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我今日揀選咗我哋良友電台一位嘅聽眾，佢嘅來信，我哋為佢守望。呢位聽眾姓劉姊妹，劉姊妹話神使用我向聾啞人士講解福音。咁教會係有20幾位咁樣嘅肢體嘅，佢哋係神俾我嘅甜蜜負擔啊！佢哋都聰明好學，但係因為條件嘅限制，對於聖經嘅理解有一啲嘅無奈啦。讓聾啞人明白聖經並且活出聖經，呢個係神俾我嘅使命。喺陪伴佢哋嘅過程裏邊，對我都有好大嘅激勵嘅。我都學習用佢哋能夠理解嘅方式教導聖經嘅真理，多使用文字同埋圖片，讓佢哋明白啊！呢10幾年走過嚟，好多嘅聾啞人經歷咗神奇妙嘅恩典，佢哋都成為咗美好嘅見證。佢哋嘅生命影響咗好多人，睇到佢哋都扎根喺基督裏邊，我係充滿住感恩嘅。我哋一齊為劉姊妹嚟到去禱告啊！求主你賜俾劉姊妹有更多嘅耐心嚟到去將聖經嘅教導去帶俾呢一班嘅聾啞嘅人士。我哋亦都懇求主啊，你讓劉姊妹繼續用更有效嘅方法，將聖經嘅真理能夠讓佢哋掌握得到，讓佢哋能夠以致活出到聖經。我哋都感恩呢啲聾啞人士嘅見證，都喺度激勵緊劉姊妹佢自己。我盼望主啊，你真係幫助呢一班聾啞嘅弟兄姊妹，讓佢哋喺基督裏邊向下扎根，往上結果。我哋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我好欣賞劉姊妹，佢話呢班聾啞人士係神俾佢嘅甜蜜負擔。弟兄姊妹，你有冇神俾你嘅甜蜜負擔啊？盼望你都有。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啦。下個禮拜希望再見到你，我哋一齊守望神州。拜拜。